乌云天毋是伊日头失去光亮，伊叫乌云罩，叫乌云罩。所以说，你那个金刚力自性，我们的自性呢，就是坚定不移，坚定不移，所以讲呢，它是一个圆佛陀、观佛陀。那当然呢，伊甲伊心是菩提树，它是一个比喻啦。因为为什么呢？这个菩提树是伊讲是一年四季拢是非常的清脆。伊袂讲像迄树啊到秋天的时阵伊会枯起，迄叶会塌去会烂落来。所以讲呢，伊用这个菩提树来比喻，来比喻这个。所以讲呢，我捌过去大陆我从那个惠安女人迄真啊神奇，伊敢若看到菩提树，伊就跪下。咱袂啦，咱嘛知影迄个树，无毋定它是菩提树，但是因呢看到菩提树，它毋是问题。所以讲呢，若要讲以信心，人佫较信心，对无？所以咱的信心还佫无够，还佫无够。所以讲呢，这个心修大师呢，心是菩提树，它是一个比喻啦，圣人用心如镜，圣人用心如镜，当然以道、佛、神、真人，咱拢看袂到，因为伊是一个体，伊是一个体。那么呢，圣人用心如镜，嘛就是讲圣人他有德，所流露出来的，它是大公无私，非常的清澈，非常的明亮。所以讲呢，圣人用心如镜，嘛就是讲他德的流露出来，伊流露出来非常的圆满。伊嘛是亲像一个物件，因为咱既然咱是人嘛，伊讲的，咱敢袂当无食物件？敢袂当无食物件？敢会当无用物件？敢会当无拥有物件？因为安尼讲，这就是一个落在一个现象界嘛，咱无可能无拥有的物件嘛。但是呢，以圣人来讲起来，用心如镜，输来即定输去即无啦。这叫做已经有法度达到如，毋是讲像咱讲的无念，无念是阮修行，我袂使起心动念，安尼敢对？你安组长，你敢对？有念，有念就是讲我即摆咧修行，我袂使想代志，叫做有念，敢是？毋是。有念就是讲你思来即样，思去就无去啊。安尼叫做无念，因为你是一个人，有可能讲拢无思绪，袂你这个人用，请问？所以讲呢，人毋是一根石头啊，所以人毋敢讲他是有七情六欲，当然咱会当守住了着咱清净的本心，就当然问我即马有目睭，上去我有目睭就是。你去看着世间的物件，咱去做一个分辨嘛。我看着红灯敢爱停，哎啦，袂当讲我目睭袂使黑白看，这红灯嘛袂使黑白看，敢会使安尼？所以讲咧，目睭就是有你分辨正用嘛，你莫甲邪用。所以讲六根本自清净，六根自六尘，触着定你生就行。你若当守住你本来那种六根的清净，思来即定思去即无，你就是讲安怎用，就是都是如嘛，袂因为伫你的觉意内底呢而有所执着，有所那一种的那随心呐，随心。所以讲呢，咱伫修行学道，伊是讲起来，要安怎去恢复了个圣人心？
会有信任的心啊。那安尼呢，咱就有法度锁住咱的本体，伫咱用的当中呢，咱都会当圆满。别讲因为伫咱用的内底呢，有所偏颇，所以讲呢，咱讲有德就是代表哇，这个人因为伊守住伊本来爱守住的嘛，就是有德，所以你要甲守住，就无流失，就没有流失你本来的那一种的德性，嘛守住你的本体。所以讲呢，爱上用、上精、上清净，这应该是伫这个天经经内底，上用、上精、上清净。所以讲呢，常用，当然世间的书啦，有够济，一本3万书，伫你有需要，你讲我凊彩喙焦，我呢足自然通地起来食，上用，地用了搁放咧。就无搁有我咧喙焦，我搁咧流茶，恁敢会安尼想？而像若喙焦，当然找茶食，常用嘛，正常的嘛。你若讲喙焦袂通茶来食，咱就来啊，赶快看医生。安尼就无正常嘛。所以讲咧，咱是像喙焦咱会赶紧去找一个饮啉的，你就甲放去，你的内心有没有清净？有啦你就袂去想嘛。你就袂去想讲咧喙焦我咧啉茶啊，这叫做常用、常精、常清净。咱若对任何一个情事物，讲感官亲像咧食茶安尼，喙焦啉啉的，内心完全不留一丝，若安尼就够清净啊。咱咧修行呢，其实就是。要安怎历练，咱的意境、咱的心境，有法度配合到安尼就对啦。所以讲呢，修道爱愈修愈无心愈无事较对，毋是愈修心愈济啊。心愈济就是咱的意识愈济，咱的意识愈济。那安尼呢，当时嘛感觉出翕。嘛毋知我伫道到底是，我咧修道到底是咧修安怎？咱修道是常用、常精、常清净，但是呢，咱即摆就是讲主导常用、常精，对无？都会主导每一个事呢，都有一个主导。那安尼呢，到最后那个二元对立不断，毋是二元对立不断，也没有。伫修行呢，当然会有很多的障碍。所以讲呢，咱就该亲像古德甲咱讲的讲，风过所得不留心，不留声啦，干戈寒淡不留影。这应该是较无啊啦，较早咱咧装较足侪德啊，敢是？若风吹来的时阵。迄滴声甲声摩擦的时间会换去。安尼嘛，但是风过了，滴虽然伊是两根竹子靠在一起，但是伊袂发生。只是有风的时阵呢，伊摇动，当然摇动的时阵呢，伊有摩擦，当然有一声。若无的时阵呢，袂有声。那么干过寒淡不留影，就是像咱一面镜啊，你或者是困起来的时阵呢，有需要去照一个，这个镜内底有咱人的面，若照了无要用啊，当咱离开去了后，迄面镜内底才有咱的面，无啦有会着啦，你若想我来照看卖，照看今日去穿即身有水无？当然，当你咧照的时阵呢，这个镜内底嘛有你穿水衫啦。当你离开去了后，迄面镜恢复伊本来，感觉有你，迄个镜内底敢有你穿水衫镜？所以讲呢，伊是讲到迄个眼啊，伊回归这个寒潭，这清澈的这一种
这一种潭水的上面，飞入迄个水上内底，当然有迄个钢的影，当伊过了后，相对就唔同。当然而且呢，嘛就是甲咱修行的人讲，我们的意见要达到无助。有遐简单？我甲想吼，其实这不简单的。拢嘛毋是了解尔呢吼，佫会家己切起呢吼，佫会感觉足严足紧呢。三不五时吼，就来想严急急的吼，安尼困袂，才食袂。毋是今年尔，明年佫经过10单啊，大家佫写下，这就是吼字或写个写照这拢爱去写功夫啦。当然相对呢。你若有相对呢，就会有障碍，就会痛苦，有烦恼就会有痛苦。所以呢，咱对于修行这个意境，要安怎慢慢来甲伊提升，修道呢，内心上越来越清净，越清净。当然，咱碰到代志，面对事情。不是逃避现实，我为了清净，我拢唔插啦，敢是安尼？应该唔是安尼啦当然你面对，你安怎去甲处理？处理就是时间有长短，你懂得面对，有咧处理就不用想那么多，想那么多呢，代志也袂较好啦，代志也袂较，讲烦恼恼的代志拢过去啊，无可能的代志啊。愈想愈烦，愈烦的遇到愈人就愈烦恼愈济，来就愈艰苦嘛。所以讲呢，这就是背道而驰嘛。那再来呢，讲习习，咱个习习经为信嘛，习习就是讲260中，一个时2点钟，所以讲呢，26偌济。262嘛，一个时2点钟，敢是24点钟？10点知道吗？260钟。2乘以62嘛。你一个时2点钟嘛，所以12个乘以2嘛，20嘛。所以讲呢，伊所谓的260钟，就是讲咱没有间断的。互咱有阵时想讲即马咱心情好嘛，所以讲呢，伫这所在呢，拢感觉讲好，安尼有法度甲做落好势。但是咧心情歹的时阵呢，就这样呢，爱当着紧的时阵，咱只想讲不要计较，不要计较。毋过呢，时间相短，是伫遮打听的时讲不爱计较尔。结果呢，离开去当着见了，是计较尔。所以讲呢，我们的清净，保有那一种清净的心，对，咱就是要安怎互达到越来越长，越来越长，安尼呢，就是我讲260度，260度，安尼呢，到咱会当练就了，时时就是不间断。袂讲因为心情喜怒哀乐的关系，我若心情好啥物代志拢好；我若心情歹啥物拢歹。安尼就无260度。你若讲这个心情好甲心情歹讲260度，所致那种清净的心，咱就是要达到这一种的历练，这种的迄个效果就对啦。所以好势拢感觉讲，有影咧，毋知讲，咱伫道场内底，老师咧讲咧三不离，无离开善知识，无离定水，无离开佛教。咱若经常伫佛堂内底咧感受道理的，你敢有感觉你的心情好？你讲有没有？你若行伫道场啦，三不离啦。无离善推，无离善知识，无离经典，无离
你的意见需要，但是，你若想讲吼，毋是我有出来哩，我就是袂出来，我无用啊，我3个月拢袂敢出来。迄个道理哪有差别？那互我写拍拍，若咱在座应该对啦。哦，伊个讲吼，迄个道理愈来愈，无伊个讲，无合适吧？无时间能接受道场，无时间能接受家己去看经书啊。哦，所以讲人讲也是三遍不可真啊。参日。我就是安尼，所以讲毋通去体会讲哦，真正诶人若无好哦，惨诶，佮功夫还袂学起来咧吼，佮无法度二六时中咧，有当时啊有法度修2点钟，结果咧即摆毋免半点钟就破功去啊，你个，你感觉伊得意，心里要得意，然后心灵爱去平啊，所以毋知大家讲，咱爱二六时中时时刻刻爱守住咱诶五心啊。处处是道场呢。咱拢定咧讲，在道场行王道，在家行霸道，安尼讲处处是道场。无啦所以讲咱伫道场咧，无法干啊，伊无法干啊有铺迄个咧问早安尼有一段话嘛，一段话意思是讲，你问想讲人无看吼，安怎做拢不要紧咧，敢若毋知是即2天才出来。你问想讲，因为咱无穿家洗嘛，对无？迄是讲剃这白头啊，尔但是你大约剃白头也足济啊。伊每日道场咱无剃白头啊。咱无穿家洗，对无？来讲道场咱咱是道亲，咱知影我是修行人。去到外口咱就毋知影咧，就福气啊来，就无修道的心啊。安尼咧就无处处是道场。所以讲，伊处处是道场咧。讲大家做好以自外，公言，咱讲圣土啦。就是讲咱离开道场去了，去到任何的处所，拢是该动这是道理。安尼咧，可能咱较会啥咧，较会去注意啊。那大家去穿家洗可能喙较袂学会，敢会？因为咱穿家洗出去有表盘，咱无穿家洗，你穿水头问咱修行人咧，所以讲你讲话就无客气啊你做法就交社会人，咱社会人无想要做实际啦所以讲社会人就安怎你讲，咱伫修行内底呢我们就是能够二六三中处处都是道场。安尼咧，咱修持的意境当中，会当守住，无因为有所的关系，甲时间的关系，受到有所闪失，那么勤呢，爱把握，修行敢爱把握，敢爱，咱毋想讲今日无来就是谈心的，可能礼拜后就嘛，敢有共？无共啦真正是无共的。今日来，今日谈的，后天来，后天谈的，你无来就减谈，无毋对啦。今日无来参加，后日都有啦。但是敢一定都有？敢有？一定有，但是你会当来的，敢是？安尼敢爱把握？真正无用爱是身体上面拄好无法度，毋是无爱的有时修行是无可能100分啦讲拢达标够的啦。安尼我感觉讲这成果就是有理的啦，是不得有意达标够的是不得有意啦。因为咱在家修，难免一定会拄好当然啦，爱看咱家己去主下。咱为做本业的嘛，拢做认真的嘛，有啦，所以讲呢，咱一定要把握在当下。一无修，一空，一有修，一空。所以何况呢？其实最近的多话，一直在想讲，因为真正的幸福
即个身躯地空健康吼，会当做无做，若讲有一项无健康，你想要做，敢会做？平时要安尼，敢知？真正都毋知，真正啊！所以讲吼，咱咧看报纸，咱当着听到个代志，无论讲好甲歹，是一个视线，你知道吗？时间都咧看，咱讲人咧死，细仔师你敢毋是讲诶？因即辈，即摆人看。那伊讲咱正常咧推论啊，因为即辈咧剩伊要第个名吼，若即辈了就是换我，来是换后辈嘛。当然细汉是安尼算，只是讲我们讲先来先死安尼吼，就因即辈了，伊讲来换我，当然是不一定啦吼。所以讲咧，伫这个所在下无把握，伊个两当就变。你若看人嘛安尼。路安尼条吼，来到遮，爱去早起，偷车去过。所以讲咧，咱伫生活真正爱把握。尤其是伫咱道义咧行动啊，敢有规定讲啥物会使做，啥物袂使做，无啦吼。咱若有心，你想要做，你就当。安尼咧，咱处处那么咧时时当中是互咱会当真正安怎咧见多必广，真正啊！所以我是拢感觉讲吼，咱拢伫道场听道理嘛，你把握当下会当做你甲做，但是死到要紧，毋是死有要紧袂要紧，问题就是讲你想要活，若拄时间到，敢会当活，问题是你无迄种诶主看，所以讲咧，咱讲你摕咧做，会当做尽量做，平时咧时间到啊，到，安尼。莫讲吼，我敢50名咧，我敢60名咧，我阁有20单咧，我阁5单后单来做。你是不是人？但是就是不要紧，为了咱来冲刺嘛，人讲日子磨刀，不利也亮，安尼。但是佮袂当安尼算啊，因为伫世间。视线互咱看就是无常跟无奈啊！你若讲会当做无把握吼，真正嘞，你像咱帮某分，伊敢毋爱住道场，成功了伊敢毋爱，伊比互我搁较爱。但是年纪就是这样。无迄人讲迄较早就少年安尼放弃无走的吼，伊道场那一种牺牲奉献的，搁较正常形象啊。但是伊现在有障碍，就是身体年纪大了，当然伊去走路困难。但是伊甲看安尼可以出来给咱学习，实际上不简单。坚持到底，全力以赴，你修道的精神。所以讲，你修道爱看精神，敢是？所以讲，你修道来讲嘅，敢是当初一定会成功。咱拢好势，只是好势不了天爱啦吼。咱讲讲夜市坚持，安尼突转到明天，你若要甲讲起，真正会靠啥？所以咱有这个所在，互咱了解伫道场。要让我们成就的，不在于你做什么事，是在于你的存心。存心尔啦。所以讲咧，我咱咧行咧讲就是讲吼，咱咧看政治事件，咱咧老菩萨食甲已经安尼老但是伊还佫会当行，咱来咧牵手，咱伊嘛来，伊就佚佗佚伊伊会当买饭买鸡嘛，安尼是毋是？但是要等人会知咧，交代好势，看落。佫听因迄讲师傅讲，若道长咧求助机构，一定爱请这个菩萨。为虾米咱讲伊讲者？为虾米爱请伊来？德性，咱做的自证。伊对道的记性，写的当初，
哦，迄是咱江苏讲的，啊，若无影咱就袂安尼讲。啊，所以讲起，你要讲来到道场做啥？做经理才一定成功。敢会？讲出来袂要紧，免惊得失。原则上，敢会？完全是会。哦，咱讲真诶啦，啊，咱咧看迄个《倚天游记》内底，迄项前人嘛，咱关于天老诶，啊，经理嘛是关足济啊，毋是做经理就一定一帆风顺哦，那像前年吼，哦，互恁经理做，即个人就辛苦啦，敢是安尼算？啊，敢若安尼就互大家拢做经理，就拢做贤妇啦。哦，所以讲咧。你这说本来看咱有做无做啦，你有尽到你的本分啦，敢是安尼？你若无做，毋是经理就会身份呢？哦，因为倚天内底吼，天就关注一经理的啦。所以讲吼，修行大家用真诚的心，能做的就去做，毋是讲啊做啥，较先得做工书的好，干啊无安尼，人安尼做。进做安怎？哦，是安尼，成就就是这样成就的。哦啊，所以讲呢，哦，因为安怎讲，迄个来结缘来结缘的大仙，嘛是一般的人才，他们就可以成就。大仙毋是讲一定爱有某个天主大嘛，跨越性。哦，我哪里讲？咱拢知影迄个莫广跟坛主，哦，当然伊是官主啦，哦，伊有法度能超越伊1300年前的祖先，上天予伊啥物大地哦？啊，你若甲想，莫广跟坛主是敢甲伊予啥？伊所做的亦有法度通必应伊的祖先成就一个大义。啊，伊咧，所以讲起来，伊超18万，咱是讲到迄阵啊，问题18万啦，这应该是唔止。但是超18万到58万，迄是18万。但是上天出的是伊的啥？对，伊讲啊，去路讲安尼，哦，啊，个放到家的，人个啦，哦，啊，互人报警察的啦，互人安怎的？都如意啦，原来大家成就。啊，所以讲呢，伫修道来讲吼，当然我们尽量要去把握。我人讲吼，咱这三草普渡，但真正，互咱会当见功。啊，那无咧一般的善而已，尽量是降道，互咱度来，你度来到好，哦，嘛是劝人做善尔啦，劝人做善就是自细法嘛，来世报报。啊，咱真就是有当度人，哦，来救道救伊的慧命，互伊超越生死，搁伫因伊的救命去做，真正无必然。啊，安尼才咱把握。真正诶，咱真。哦，为什么讲哦？咱的前人、前人、前辈者都不断的要我们去度人，因为那个知影爱到知影，哦，也当然可以得。啊，无普渡期有可能是一段期间而已，伊讲要去得，所以讲呢，哦，咱来去把握。那么呢，功夫下得生，就是讲在我们内在的功夫，哦，那么呢，以及外往的功夫呢。咱一定爱修炼，如有修炼的标准，你成就的机会就是比较大。好，那么呢，天佛系，哦，那么观教，啊，观教，咱就是讲呢，你读经，咱若听讲师讲吼，好嘅道理，讲到有够好嘅，你是讲师嘅，敢是咱嘅，讲师嘅嘛。但是咱就是听讲师。对咱有所启发，哦，用伊讲的伊的文字来关照你的内在，认识家己我的好甲歹，当然无好的，你要见讲虚。他拄仔咧讲的，哦，
咱无法度人亲像玄天上帝，放下屠刀立地成佛，甲要讲修。哦，我这无法度修，啊，你当放弃，对不对嘛？虽然我真有咧修，我可以起性地，哦，我可有脾气毛病，但是你袂当因为安尼放弃啊，你要不断提醒家己，哦，啊，这种静来练你的心，那安尼你才有成就。所以关照给家己认识自己，那么呢，永修的功夫要渐渐的去成就你自己，哦。那么呢，敬爱就是人的心。佛心、人心、甲决心，所以讲咧，咱咧修咧，伫即个人心内底有妄想、妄心甲执着，所以讲其在哦，大地众生皆有诸大地位德相，哦，为什么无法度正定？皆因有妄想执着而不得正德。哦啊，所以讲咧，伫即个所在，咱要安怎慢慢哦来摒除。这种妄想跟执着，哦，啊，因为执着哦会严重，啊，要安怎？哦，啊，咱就借着关照嘛，哦，啊，来去除我们的妄想跟执着，哦，那么你这段来讲的，时时天天亲，有四家平安，这拢是业心的阶段。所以讲呢，伫有教圣人讲心，啊，咱为虾米要来听法？业心。业心就是讲你安怎去调整啊？咱个电视会当传大细声，会当看对一时间来去调控。啊，咱就是学道理来业我的心，我做生命的主人。哦，那么呢会当业心，就是讲，转到了也了准。哦，所以讲呢，伊这段其实就是有本来无，即摆有，当然照着时时天就亲。哦，来去了解我们内心所存有的事情，啊，所以讲呢，业心的阶段，只要你有去下功夫，到最后呢，你就会最轻体验了，这就是这个。啊，你若袂用功夫，哦，啊，就是爱把握啦，哦，安尼呢，才会当真正进入了修行的阶段，哦，啊，这是或许呢。大家哦做一个分享，哦到遮，哦啊，拄好到即句啦，吼，迄个心是菩提树，心如明镜在时时天是有四野平哀，啊，就到这一段，哦啊，咱若等于要准备呢，就是哦，伫即段开始，哦啊，或许啊，咱跟伫这来继续哦来分享的。啊，后续吼看点经，看咱各位贤贤的吼啊，安怎来做吼，大家分享啦吼啊，以上最后祝福大家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我们的道路能够弘长。